中华警方抓到一个枪炮的通缉犯，伊伫逃亡的期间哦，佮带青少年犯早期伤害的案件。警方接到报案，伫7月初就发现嫌犯的行踪，找力去抓人。黄姓主嫌本身是一名枪炮通缉犯那逃亡期间他会吸收一些少年在身边，然后从事一些诈欺、还有伤害、还有斗殴、还有一些妨碍自由等等的一个案件。黄姓主嫌他本身就有一些持枪作案的一个记录。那因为这次的部分我们得知他会用枪自重那我们在围捕的时候就有身着相关的一个防护器材，还有防弹盾牌来做一个攻坚查缉。中华警方趁嫌犯咧困的时抓人，一个姓黄的通缉犯住的所在，伊嘛查到讲伊阁有K他命等毒品，甲一支手枪4粒枪支，嘛甲这个嫌犯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